大家好，我係 Alan 啦，呢條片就主要係講呢個 day trade 嘅裝備篇。喺我嘅角度咧，裝備同埋技術同埋心態咧係同樣緊要嘅，係一個三角形嚟嘅。所以而好多市面上嘅課堂都忽略咗裝備同埋軟件嘅重要性，係啦。我自己就用手提電腦嘅，因為手提電腦就比較係方便攜帶啦。亦都係而家即係貴少少嗰啲，就都個性能都 OK 啦，貨炒股同埋都個 display card 都係可以出到四個 mon 啦，即係連埋手提電腦個 mon 就四個 mon 啦。咁我哋點樣揀手提電腦啊？咁首先個 display card 一定要出到四個 mon 啦，咁可能係即係5050以上啦。咁佢呢度冇得揀嘅，直接揾一部係我自己嗰部啦。我部係 Lenovo 嚟嘅，顯示卡都冇得揀五零。我嗰張係5060嚟嘅，顯示屏係最好係唔好咁細部啦，16至18寸啦，32GB RAM 啦，跟住就我都揀埋華碩啊呢啲咧都 OK 嘅啲品牌，係啦。MSI 都 OK 嘅，係啦 MSI。題外話啦，其實而家一部電腦入邊，依家講緊 AI 啊嘛，喺最近期啦，都係晶片股比較熱炒 AMD 啊、Intel 啊，一部電腦入邊嘅組件再有存儲啦、SNDK 啊、MU 啊呢啲，MU 做 RAM 嘅，係啦，SNDK 就係 under Western Digital 咁樣做 SSD 同埋 hard，即係嗰啲記憶卡嗰啲車 cam 嗰啲。咁由於 AI 個需求都大，所以其實係咯，一部電腦入邊嘅組件嗰啲股票都可以留意下，最近成交額都大。咁啊，我哋揀 CPU 咧就唔好揀啲即係 Intel Ultra 725H 就 OK 啦，唔好揀啲後邊係個 U 字，因為 U 係節能㗎嘛，H 就係即係高性能啲嘅，HX 就更加好咯，盡量揀啲 HX 啦，係咯，CPU 方面。跟住就嗰個 display card 呢啲冇嘅，雖然佢2萬幾蚊一部，咦佢呢度有啊呢個，雖然佢呢1萬蚊一部，但係佢呢度即係 Intel 內置 display 咁呢啲就唔抵玩嘅，係啦，最好係呢啲係文書啦，屬於文書嘅高階機啦，最好係揀啲係打機嗰啲啦，處理器啊揀翻 Ultra 7啦，Ultra 7啦，香港個價格網依家都麻麻地好用，我喺淘寶買嘅其實，不過淘寶有個唔好處咯，簡體咯，我嗰部叫 Y9000P，都係最近呢幾個月買嘅。
等我登入先啊，可以 fast forward，因為我唔係好識剪片啊。OK 啦，咁登入咗啦，係啦，咁我嗰部機咧就係 Y9000P 啦，呢一部啦，11,000到嘅。咁我搞啲咩配置咧？5060 display 啦，我係用 Intel CPU 嘅，因為 Intel 好過 AMD 嘅，我自己覺得。Ultra 9 5060，我係呢一隻啦，12,599。因為嗰陣時大陸有嗰啲咩補貼啊，平2000蚊啊，所以我嗰陣時11,000就買到，係咯。咁啊內存就32夠㗎啦，1TB SSD 都夠㗎啦。最緊要粒 U 係 HX 啦，最好係有顯卡啦。因為其實5060呢啲係出到4個 mon 嘅，如果冇 Intel 普通冇顯卡嗰啲，淨係出到1個 mon 嘅，咁啊冇咁好咯。手提電腦就去旅行用就 OK 啦，係啦。咁啊講完嗰個電腦啦，咁啊可以講一講嗰啲 mouse keyboard 啦，即係 in case 有人即係咁 mouse keyboard 其實就唔使有啲咩特別要求嘅，你揀啲係好撳啊，最好無線啦，因為有線好麻煩嘅，有時去旅行啊成啊。咁啊 gaming keyboard 咯，可以揀啲靚啲嘅，自己中意嘅嗰啲都冇乜所謂嘅。係啦，我就用個 keyboard 叫 Razer 啊，電競嗰啲嚟，呢唔係 mouse 先係 Razer mouse 係咯，即係 Logitech 咁成個套裝嗰啲都 OK 嘅，其實嗰啲平啲係咯，啲電競嗰啲咯，唔使太貴嘅，平嘅都 OK 嘅，冇乜特別要求。最緊要係無線同埋一套啊方便。OK，咁啊，如果屋企 WiFi 穿咗牆咧，咁唔使特登拉條線過去，有 LAN 線係更加好啦。但係就可以買一個嗰啲叫做 WiFi adapter 嘅，淘寶有，即係呢啲啊，啲 WiFi 七158蚊㗎嘛。咁啊，當然係揀個最勁嗰啲啦。係咯，呢啲都 OK 嘅，係咯，或者可以即係慢慢睇啦，揀個好少少嗰啲啦。一定係 WiFi 七啊，WiFi 七同埋嗰個頻寬係6500以上咯，3頻咯，有天線啦，係啦，咁啊就會穿牆都唔會 delay 嘅，陣間你 spread 就係因為呢啲原因。OK，咁啊 mon 啦，mon 你可以買隻49寸嗰啲曲面嗰啲啦，淘寶拼多多都冇問題嘅。咁佢呢啲哇咁平嘅699嘅，如果想靚啲就買啲 LG 版面嘅。即係佢嗰個 mon 係 LG，但係佢嗰個 mon 嗰個即係除咗個屏幕之外，就係、即係大陸嗰啲製造商，即係平過原廠啦，但係啲質素都有保證。49寸，呢啲千6蚊隻咯，
有埋喇叭，係咯，有埋喇叭，同埋你可以插埋電話啦，播條 Type C 先。咁啊呢啲啊再貴啲，差唔多價錢啫，貴啦，係咯。炒股就唔使個 Hertz 大嘅，你去淘寶問佢話買 mon 嘅時候，你同佢講話我要啲靚啲顏色嘅，即係你同佢講話我唔要嗰個 Hertz 高，我要靚色，係啦。咁呢啲 LG 版面就貴啲啦，49寸2639，49英寸啦呢度。不過 LG 係靚啲嘅，我自己如果即係如果 afford 到嘅，梗係買啲靚啲；如果唔係嘅話，買啲最平嗰啲實。即係你哋一兩個芒。咁啊，買呢度一個49寸就其實等於可以開兩個界面出嚟，或者甚至乎四個界面啦。即係一個Level Two 啦，用1/4格啦，跟住一個 Desk Trader 啦，都係1/4格。跟住另外嗰個 Full Page 就係睇 Trading View 又得，睇圖咯。即係其實一個可以搞掂晒嘅，如果真係想慳成本嘅。但係如果想專業啲啊，睇得舒服啲啊，咁啊一個49加一個32打直咯，32寸顯示器啊，咁啊一定要打直喎，可以係啦。跟住我自己嘅 prefer LG 版面啊，一定要 LG 版面係啦。你問下佢邊啲顏色靚啲啊？咁我嗰個就2000蚊到嗰啲嚟嘅，係拼多多買。唔係一定要打直嘅，因為打直先可以八個圖。如果打橫咧就難睇少少咯，打直會好啲啊，慳啲位咯，同埋係啦。咁啊講完 mon 啊硬件，咁啊係咯。啊頭先我耍下電腦嘛，咁 desktop 就誒、desktop computer 係咯，淘寶都可以直接買呢啲嘅。即係有 i7 又即係電競少少又靚少少呢啲都 OK 嘅。最緊要加 RAM 啊，加到32G。係係咯，平啲都得嘅，平啲咯呢啲。因為炒股個對於硬件嘅需求唔係咁勁，最緊要出到4個芒同埋順咯。咁啊，大致上係咁啦。咁今日就去到呢度先。